好食的料理，食了互人有幸福的滋味。不过，这款滋味煞去互歹心恶乐道的人摕去做歹代志。暗公鸟校长知影了后，就成立一个料理救援队，队员有狗仔阿光、猫咪阿月仔、兔仔阿草、羊仔阿雪。因的任务就是保护在地食食文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固收老麦气味。哇，这块老肉卤甲真筋骨，肥嫩啊肥嫩，气味一定足赞呢！啊！阿公，食较慢呢，无人会甲你相抢。台湾的猪肉料理足厉害，有肉酥、肉酥、烟肠、排骨酥、猪脚面线，足济足济。阿草，你讲遮济，不过咱也袂当食肉。对啦，是讲除了控肉饭以外，阁有卤肉饭、肉酥饭，这是差伫倒。像这种大地三层是控肉，一烟肥肉，一烟正肉，阁有足 Q 足 Q 的皮。另外，甲猪肉切做肉角去卤，甲卤汁搅伫饭顶悬。北部叫卤肉饭，南部叫肉酥饭。哎哟，不管是倒一种，拢足好食。咦，这是啥物怪味？我一鼎卤肉，调工见到猪这猪肉，佮用特殊的能力，甲卤汁变甲乌麻麻。人若食着，面色反乌，腹肚甲滚哀哀叫。来，这是阿嬷祖传的老卤汁，你看这实地，我是开袂少时间去控的哦。哇，这控肉一定卤了有头。头家来一碗，我嘛要一碗。我嘛要。气味哪来哪明显？应该就伫头前。恁看，迄两个面色反乌，敢若真无爽快。我的腹肚。恁有要紧无？是毋是食着无清气的物件？拄食去迄间铁厝遐食控肉饭了后，腹肚愈来愈疼。混蛋，阁是鸟车头家！佮互恁看破骹手，无想到人遮好骗，看起来乌索索嘛敢食。鸟车头家，你竟然用大家爱食的卤肉来害人！阿公，紧摕神奇食谱出来！利用料理来控制人，实在是足卑鄙的代志。这个好食的料理有鸭肉的色地，好甜的芳脆，抓住的滋味。上界重要的是生意食水甜。我用光爷爷这招，我有我黑目镜，咋？互你试看，什么是正港的老卤汁。目睭足生的，不过真好食呢。鸟车头家的能力消失去啊！救援队姊妹搅卤汁，分予受害的人食，大家豆豆啊恢复体力。正港的老卤汁会加中药甲赤沙，甘甜啊甘甜，足好食。即摆料理救援队成功保护在地料理，行，做伙刷拖食好料的。